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都能够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亲近我们的神。邀请你在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也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静音，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用最安静的、最不受影响的方式来亲近神。邀请你也将你旁边的电视机或会影响你敬拜神的东西，先能够将它挪开，或者是关闭。那也邀请你能够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能够一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晚上的聚会。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晓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困难跟不足，但我们相信神你要挪去，神你要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当我们一起来到神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是神你的话语，是神你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说话。要透过敬拜，让我们能够学习单单降服在上帝你的面前，成为一个神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你的面前，也愿主你保守带领每一个来到神你的面前亲近你的儿女。让我们的心不仅得着平安，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恢复神你所创造的样式，满有能力，满有智慧，满有喜乐与盼望。谢谢主，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敬拜恭敬仰望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上帝。耶和华的名是配得荣耀的，我们在他的面前用诗歌来赞美他。耶和华的名荣耀归给他，圣洁为壮士敬拜耶和华。大水泛滥时，他坐着为王，他必赐平安，他必加力量。耶和华的名荣耀归给他，圣洁为壮士敬拜耶和华。在患难时候使我隐秘处，心里依靠他，就必得帮助。我要焕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焕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名荣耀归给他，圣洁为壮士敬拜耶和华。大水泛滥时，他坐着为王，他必赐平安，他必加力量。我要焕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焕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焕然，我要焕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焕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他满有威严，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你相信神是荣耀的神吗？如果你相信，我们要再次从头一起来唱的时候，邀请你开口大声来唱。耶和华的名
荣耀归给他。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大水泛滥时，他坐着为王。他必赐平安，他必加力量。我要欢然，我要欢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高兴欢然的来献祭，我要欢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神是威严的神，阿们。因为神是满有权柄的神，他必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当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晓得你是配得荣耀的上帝，因为你满有权柄，你满有能力，你是圣洁的主。主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你，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生命如同大水一样泛滥，如同遇到任何的困难，又遇到不知道如何走下去的道路时，主，我们晓得你必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我们相信你要赐给我们平安，加添我们力量。谢谢主，当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唱诗歌敬拜神，我们就晓得我们就如同献祭一样的祭司，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求主你再一次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带有能力的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从头到尾能够领受满满的生命智慧。谢谢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主，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当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学习用行动，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上帝喜悦我们的奉献，是因为我们懂得感恩，是因为我们懂得感谢神所赏赐的能力，让我们有能力来奉献给主，是因为神期待我们在这世上学习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所以邀请你，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你也还不晓得奉献的意义，那你可以先不用奉献。在神的面前也期待你，如果你有感动的，能够将你感动的金钱带到就近的教会来奉献给上帝。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
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牧师要来做简单的消息报告，我们一起来关心大桥教会的大小事情哈。那我们在本周二礼拜二的时候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我们的国高中生要骑脚踏车哈，一起骑到安平去。那如果有兴趣的参与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能够拨空，能够一起来陪伴这些年轻人哈。那求主保守他们的一路上都能够得着平安，也让他们能够出入在去到欣赏这些美景当中，在运动当中能够得到这个身体的健康哈。那下一页哈，来，好，那我们下主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哈，会由昆山教会的蔡约信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那也期待我们一起为文字事工。什么是文字事工？就是我们都会拿到像更新很多只要是相关的中信、相关的刊物，都是属于文字事工。文字事工就是说，人不一定是透过看影片、看手机，他是直接透过文字的故事、见证、文章来认识上帝。所以这份侍奉工作是很重要的无意间都会带给很多人生命的帮助所以我们继续关心这件事情。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不被神悦纳的敬拜。那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很多基督徒会谈论到底什么是敬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对不对？好，我们是敬拜上帝。那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敬拜是不合神心意的敬拜？我们前2个礼拜都谈论到怎么样遇见神，对不对？那我们晓得，如果你没有预备好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有些时候你来到教会只不过是要看一场戏剧，你不晓得在到教会你希望你的生命得到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也有新朋友，我们也拍手欢迎他俊伟，也欢迎他来。那俊伟也是住在这附近。那我们也期待我们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期待我们敬拜上帝是得到上帝的喜悦。你可能会想说上帝一定要我们去敬拜他吗？有需要吗？需要吗？好，今天牧师要透过一些圣经节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需要。那简单来讲那个 PPT 好像好。那简单来讲敬拜跟献祭是有点类似了。好，那怎么说？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13章15节说，让我们靠着耶稣常常开口颂赞。我们不是都在教会敬拜，像刚刚这样唱诗歌赞美上帝，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是承认主名的人所结的果子。有些人在教会在唱诗歌，他是不唱的，他是哑巴吗？你觉得他是哑巴吗？似乎不是。可是他不愿意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唱？那么难听，对不对？心里面就会有很多话。其实圣经里面讲说，承认主名的人，你承认主是救我们生命的主，你承认他的名字有很多能力嘛，有很多意义嘛。那我们承认主的名是救我们的上帝，那所结的果子就是应该要会怎么样？会唱诗歌、颂赞，当作像献祭一样献给上帝。所以，如果我们是靠上帝、靠耶稣的人，靠主得胜的人，我们更应该要在上帝的面前敬拜他，唱诗歌就要怎么样？要开口赞美上帝。所以我们一起说，我们的口要赞美神，我们的口要用来赞美上帝。好，
圣经里面呢，的确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该如此来做哈。来，那个 PPT 好像好，圣经里面有几个谈到为什么需要献祭。上帝创造人，其实在伊甸园的时候，人原先是不需要献祭的啦。人到上帝面前，上帝创造人在伊甸园的时候，实际上是原先是不需要献祭的。但是人为什么需要献祭？好，是因为人犯罪了。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吃了什么？分别善恶的果实，对不对？然后呢，人类的第二代该隐，好，亚当夏娃他们的孩子该隐跟亚伯，他们透过献祭与神交通。待会我们要一起来看为什么。第三个，洪水，谁？挪亚造方舟。当他们这个渡过这个洪水的时候，他们最后彩虹之后，他们就是先做什么？筑坛献祭。这个是谁？亚伯拉罕，他蒙召，好离开乌尔到上帝所为他预备的应许迦南地。他第一件事情先筑坛献祭。到最后呢，我们也晓得以色列人他们蒙拯救出埃及之后，走到西乃山上，上帝借着摩西指示以色列百姓要设立会幕。这个会幕，并且制定了很多献祭、拣选献祭的人，这个也算是献祭，为的就是要亲近上帝。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清楚知道，献祭亲近神，跟我们现在的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服侍上帝有没有一样？其实是很类似的。那我们要了解，参加教会敬拜的人，如果是上帝不喜悦的献祭过程啊，那你觉得这个过程上帝会不会不喜悦？很危险哦。如果你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就好像献祭一样，可是你没有预备好哦，你没有预备你的心哦，你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的时候，那是很危险的哦。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该隐跟亚伯他们为什么要献祭？其实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你去看圣经节，犯罪之后，他们透过我们知道人犯的罪，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与上帝隔绝了。那隔绝之后呢，该隐跟亚伯需要献祭来挽回他们跟神的关系。我觉得该隐跟亚伯他的妈妈爸爸妈妈亚当跟夏娃应该自从他们跟上帝关系不好之后他们应该会跟他的孩子讲说，我们得罪了神你们一定要看要什么，要献祭啦，要怎么做啦。我觉得应该是如此，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其他记载了。可是我从里面我就开始在想，他的爸爸妈妈应该会这样跟他们说，对不对？你们会不会跟你们的孩子讲？会不会？这个很重要哦。你去到外地有没有去教会啊？这个很重要哦，要献祭。他们处理献祭的方式不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亚当跟这个亚伯跟该隐，他们在献祭的过程，实际上如果献祭你的方式态度错误了，实际上很危险。我们简单举个例子，这个旧约利未记10章1到7节，亚伦的儿子。一开始原先在会幕里面，整个的献祭的过程都是由亚伦在做的。我们知道亚伦是祭司嘛，对不对？可是呢，当时候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没有照着应该要献祭的香啦、火啦、该用的方法，实际上他们自己本身也不是献祭的人。可是他们就怎么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我要跟各位讲，这个燔火是什么？燔火新译本叫做平常的火。那这个 NASB 就是新美国标准版圣经写叫做异常的火。那 NIV 呢，新国际版跟新标点写不经准许的火。那 NRSV 就是新修订版标准版的圣经写不圣洁的火。所以你们要了解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不圣洁的不正常的火，你觉得他们献的是不是上帝喜悦的？就不会了啦。
所以我们要了解，你献祭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所献的就会怎么样？就会出大问题。所以上次牧师讲说，如果我们敬拜团这些乐手，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所献的，你的心态、你的角度，刚刚在练习跟那个主领好像发生了一些冲突，那我就心情就很不爽了。我告诉你，你的预备的工作就不 OK 了，在神的面前，你就是用不好的火在献给神了。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怎么说，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很危险哦。这个亚伦的2个儿子就因为他们想要献祭给上帝，只不过用错了方法，结果就死翘翘了。那你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很恐怖哎，那这样我怎么还敢来教会敬拜上帝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就需要学习，要怎么样献祭，做好的献祭者。我觉得敬拜者很重要。那我们一起来了解圣经里面怎么讲，到底我们要献什么祭，要怎么做。创世纪3章第7节说，他们2人的眼睛就明亮。我们知道他们2人是谁？亚当跟夏娃。他们吃到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实之后，眼睛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个叶子是会枯干的。可是我们去看3章21节，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什么是皮子？皮子就是动物啊，动物的皮啊。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上帝他一定是杀了动物，取了这个皮来给亚当跟夏娃做衣服穿啊。那你就会了解上帝的保护跟人的想要的有什么差别？人是取叶子，叶子会不会枯干？会不会朽坏？会。可是上帝给我们的是保护，是长长久久。这个动物皮是很长久的，比叶子还要容易保存。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人犯罪之后是必须要透过付上代价的方式来得救。那付上什么代价？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我们献给上帝的绝对不是用多余出来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节，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好，从这里你看到该隐跟亚伯所献的祭物供物，耶和华上帝是看重谁的？俊伟，你看到第4节，耶和华上帝他接纳谁的？亚伯的。亚伯是弟弟，该隐是哥哥。上帝为什么接纳了亚伯的供物？为什么？亚伯他献的是什么？是羊群中的头生的羊啊。然后该隐献的是什么？是什么？出产里面的供物啊。你可能有些人都会想说，这个上帝怎么好像有点偏心，有什么差别呀？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按照刚刚牧师所讲创世纪3章1节跟3章21节，你觉得上帝的用的方式跟人用的方式有没有一样？不太一样。上帝取的都是要付上代价的。我在想，该隐他拿出这个出产物，这个农产品我在想，该隐他为什么不拿这些东西拿去跟他的弟弟换，对不对？换羊也好啊，对不对？换哪一批的羊的头生的也可以啊。可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头生和脂油其实是预表的耶稣基督啊。其实已经在预表基督。所以我们知道亚伯他的献祭，他预表是更好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上帝悦纳。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奉献给上帝不是最好的，那就是什么？那一定就是次等的嘛。
我们先以我们自己的事情为优先嘛，我们才奉献我们。就好像什么，我这个月我有领了1万块薪水，好，那我想一想，看一看我需要买什么，我需要先把它拿起来。好，那要奉献的啊，这个先不打算，下个月我再来做好了。好，这叫次等的。那有人说那要奉献怎么办啊？不然这样好了，奉献10块钱好了。你就会发现这个心态里面，你要奉献给神的，有没有像是该隐的？也有可能哦。该隐可能是他农产品里面的什么部分的，反正我有奉献就好了，我有献上就好了。可是你要记得哦，亚伯他献的是羊群中头生的最好的羊，那个脂油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所摆上的，如果是最好的，你觉得上帝喜不喜悦？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啊，耶和华看重的是亚伯和他的供物。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来献祭物，如果你献的上帝不喜悦，那你会不会得到福分？了解我的意思了吗？就好像我今天买了一个饮料，要给我心上人，我这个心上人每次他看到我拿的都很不喜欢，因为我每次买的都是什么最廉价的、最不好的、最简单的。你觉得对方他会喜欢吗？他看得出来。当然，牧师不是要告诉各位我们一定要追求那个很好，不是。我要讲的是，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在做奉献的生命的动作，我们要用最好的最高标准来去看待我们的生命，这才是最好的。如果你有孩子，你对待孩子会给孩子最好的还是最差的？啊？一定是最好的啊！怎么可能会给他最差的呢？对不对？像我以前，我都会为自己买很多东西，我都会先想到我的手机要用最好。我记得我过去我的家人都说：“哦，你打扮手机都是我们家人都是用到你这个淘汰掉的，你用的都是最好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在我身边的人，在我对上帝，我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牧师有讲过我为什么会被诈骗，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你在上帝面前，你不会想说这些钱原本就是要奉献给上帝最好的礼物，甚至是要帮助更多的人，结果你忘记了，你以为你留在你的身边是你自己的，可是最后被诈骗了，20几万现在是在诈骗集团的人手上所以有比较好吗？没有比较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奉献给主是要最好的，是要上帝喜悦的，就是要最好的。所以敬拜上帝的人、献祭的人、侍奉上帝的人，跟你的做人处事方面都是要如此。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牧师不是说弟兄姐妹一定要对待牧者很好，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对牧者是真的很好。他无时无刻都会想说拿个什么东西。我记得牧师我曾经在乡下的乡村教会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早上5、6点的时候，就会有弟兄姐妹就会来敲门说：“吴老师，他们对神学生都说：吴老师，那个冰箱我有放那个什么东西，你礼拜天如果要回去的时候，记得拿回去哦。”哇！我在乡村的那个教会真的感受到，因为那间教会没有牧师，所以那个弟兄姐妹他们不会拿钱来给你说牧师给你用，不会。过去真的。许多以前的传统教会真的很穷困的时候，牧者是真的连钱都没有，教会付不起牧师的薪水，所以在那过程当中，牧师都很辛苦。但是牧师很能够体会到，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对牧者的关心，但是我们要了解，上帝他喜不喜悦我们到他面前献祭的过程，是一个预备好的生命。所以你期待你自己希不希望能够更蒙福？要不要？你要更蒙福，那我期待你要学习做一个怎么样？愿意、甘心乐意、敢去奉献的人。我相信你只要愿意去奉献的人，你会跟神求。你说那我都没有怎么奉献啊？你说主啊，赐给我，
赐给我力量，让我的工作，让我的生命能够得到健康，甚至有能力。你会不会求这些事情啊？不会。大部分人祷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样祷告。大部分人祷告就说：主啊，求你为我预备一个好的工作，好，然后我想要做什么什么工作，可是忘记了你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那是大问题。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在献祭，我们要用生命当中的心灵跟真正的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圣经里面亚伯的献祭，为什么亚伯的献祭实际上他的献祭是出于信心的？亚伯的献祭为什么他是出于信心的？因为如果没有出于信心的，他不能做这些，把最好的奉献出去。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等一下，好，我还没讲完哈，我继续把它讲完哈。好，之后呢，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好，该隐就怎么样？该隐做了什么事情？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若不蒙，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该隐，上帝对该隐的教导，可是该隐的行为看见了一件事情，他所献的祭物啊，跟他奉献的人有关啊，对不对？你觉得上帝跟不悦纳该隐的祭物，该隐他的行为怎么样？生气了。今天如果你说，我带着诚意来奉献给神，好，我之前曾经听过有姐妹说，牧师，你可能要教导一下信徒哦。我说怎么了？我说我看到那个信徒他投10块钱啊。那我说投10块钱怎么了？那也是奉献啊。然后那一位姐妹就说，不是啊，牧师，你知道吗？这个人他开着名车，他开着他的生活，你看他的穿着，他的用的东西都那么的好，可是他为什么奉献是这样在奉献的？有没有可能？有，因为他没有预备。没有预备的人，上帝会不会悦纳？他有奉献没有错，有啊。可是你觉得上帝会悦纳吗？我讲的不是钱的多寡，我讲的是那是一个实质的。好，那他自己知道了。如果今天换作是我今天如果我没有准备奉献的10块钱，有人跟我讲的时候，你觉得我会怎么做？我会道歉，我说求主怜悯，对不起，我没有预备好。我不会去怪啊，我有奉献啊，我有奉献啊，你怎么可以怪我？搞不好上帝会悦纳啊。合理吗？其实不合理的。我相信上帝不喜悦我们没有预备的，上帝喜悦我们要预备好。所以该隐有没有生气？他生气了。他不仅生气了，上帝对该隐说：“你为什么生气呢？好，你如果行得好，做得对，岂不蒙悦纳吗？”重点在于悦不悦纳，是因为你有没有做好啊？这样懂了吗？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遇到问题，我通常我会求主怜悯，求主帮助他，求主赦免他的罪。为什么？因为一定有某些方面做错。我有出过车祸，其实我不是怪那个车祸的人，我是怪我自己，我有罪。为什么？我骑车很快，很冲动，我有很多暴力之气，我急着很想要做很多事，可是在上帝面前不喜悦。所以你看，这种生命在我出过车祸以后，我发现上帝他希望我能够得着他喜悦的生命，是要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如果你行不好，不会蒙悦纳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行得不好，罪就在这个台语叫做什么？罪在门口等待你呀。好，伊要控制你，
你得改以制服。好，罪你要去制服它，而不是让罪来带领着你来到神的面前。可是该隐有没有听懂？他听不懂。他最后做了什么事情？他把他弟弟杀了。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认识的，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杀人案件。好，我们要了解该隐跟亚伯。所以我们知道所献祭物的人对了，物品才会对了。所以如果人错了，献的祭物就怎么样？就错了。所以这样懂我意思了吗？今天假如说我们在刚刚回想到，如果一个人他的奉献按照他的实质生活收入也好，或者是他的所得也好，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没有办法达到该有奉献的精神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奉献跟敬拜神会喜悦吗？很多时候我觉得需要打一个问号，要好好思考这个层面。好，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好好思考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假如说我们心中没有像亚伯一样的信，希伯来书11章4节，亚伯因着信。为什么我说亚伯他是借着信心？因为希伯来书就这么讲，亚伯因着信献祭给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哦，上帝如果认为你献的祭物是好的，代表什么？代表你蒙福了啦，懂了吗？所以你觉得献祭敬拜神重不重要？要敬拜对哦，要献对哦，要做对哦。如果你的敬拜错了，我告诉你，你在上帝面前是不蒙喜悦的，是不被祝福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亚伯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在说话。上帝圣经里面约翰福音4章24节，上帝是个灵啊，所以拜他的、敬拜他的，必须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诚实原文的意思叫做真理啊，原文啊，好，它是经历啊，真理啊。也就是说，敬拜上帝的人，如果你没有真理啊，胡乱敬拜啊，反正我有来就好了。好，反正牧师你在那上面讲到，我在1楼那边招待，好，反正喝我的咖啡，看着影片敬拜神。你以为你在敬拜神吗 ？No， 心灵诚实。什么是诚实？真理啊！你有没有真正用真理在亲近神呢？还是用你认为对的事情在敬拜神啊？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箴言第15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好，所以不要小看圣经节，都有很明确的对我们的教导哦。好，约翰一书3章12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其实有一段我觉得非常好的，他特别提到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哈。好，这个是我看的新标点的部分，它上面的标题写做上帝喜悦的事。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希伯来书13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要继续彼此相爱，情同手足，不要忘记款待客旅，因为曾经有人接待客旅时，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要设身处地的顾念那些被囚禁的人，要感同身受的顾念那些被恶待的人。人人都要尊重婚姻，不可玷污婚床，因为上帝必审判淫乱和通奸的人。不要贪爱钱财，要对自己拥有的知足，因为上帝说过，我永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12节到16节来。同样，耶稣为了用自己的血使他的子民圣洁，也在城门外受难。因此，让我们也走出营外，
到他那里，忍受他所忍受的凌辱吧。我们在地上没有永远的城，我们寻求的是那将来的城。让我们靠着耶稣，常常开口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是承认主名的人所结的果子。不可忘记行善和帮补别人，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好，所以这个有没有具体一点？应该很具体的哈。我们要做有爱心的人，要彼此互相帮助。所以今天俊伟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要晓得，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即使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孤单，不知道你该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你要晓得，上帝与你同在，上帝陪伴着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会陪伴你。好，我们就像互相彼此，就像那个情同手足一样。好，所以我们彼此互相管待。好，那圣经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在第12节到16节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怎么样彼此互相做好，做彼此的帮补，因为这样子的方式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在教会要互相，有人他服事不好，或者是哪里做得不好，我们不要嫌弃人家，要鼓励他，甚至有些时候帮助他。那你可能会想，哇，那我们要怎么做哦？感觉好像，如果我们做义人哦，是不是都平安无事啊？被主称为义人，都会平安无事吗？我们现在就想这个问题啊，牧师，照你这样讲，我觉得你应该都平安无事哦。或者是服侍主的这些同工，应该都不会有事情哈。我告诉你，其实也不尽然哈。圣经里面怎么讲呢？箴言是24章15到16节，义人虽然7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义人，他如果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并不是因为他如何，他因为是不是又犯了罪，其实不尽然。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跌倒了，遇到困难了，其实神必定帮助我们。好，那哈巴谷书2章4节说什么？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如果你觉得你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你期待，我们都期待自己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义人。但是当我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相信而得以生存下来不是因为你能力很好不是是因为我相信上帝必救我。所以我们要记得马太福音第5章第10节说，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非常美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即使是义人也是有苦难的。并不是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就不会有苦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学习在神的面前亲近他，懂得知道到底敬拜神的生命当中要如何活出应该有的样式。送给各位，就是要结这个叫什么？圣灵的9种果子来，我们一起从最上面，从顺时针下来仁爱、和平、喜乐、信实、节制、温柔、忍耐、恩慈、良善。非常美。只要你发现你这些特质你还不够，那你就继续寻求神给你这方面的能力。那我相信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会被主称为我们是有好的果实的人，那也是神所喜悦的。那求主祝福各位，让我们一起在生命当中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那我们相信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的敬拜，神也必定喜悦我们在他面前所献的祭。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你之上别无拯救。当我们愿意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晓得在你里面有丰富的生命智慧。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学习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唯一可以救赎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也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认识主，与主你有好的连结与沟通。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在生命的当中，除了有神拯救的计划，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生命要如何用心灵跟诚实
真理来侍奉敬拜上帝。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帮助我们无论在工作、在生活、在家庭里面，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受神所引导祝福的人。我们相信，无论在我们的工作上，无论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上，神你必定带领我们遇过许多的挑战，也必定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当中，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来学习结圣灵的9种果子。我们需要能力，我们需要有果实的能力，有9种果子的能力，能够做一个有美好见证的基督徒。愿主你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在神你所喜悦的道路上。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愿你平安。